搁再无几天，就要过年咯。伫东港的花桥市场，嘛出现来款过年的民众。虽然市场无受到八大类场所的规范，不过鱼仔市场也要求大头甲民众拢爱挂水安。市场内面也袂当试食，业者也烦恼讲，若准民众唔敢出门，今年的鱼仔恐惊是零零清清。 花桥市场拢是现捞啊，唔那真鲜，鱼啊、虾啊、甲金啊，啥物海味拢有。不过真侪档啊，煞等无几个人客来买。今年比去年还差呢，因为我们之前去年快过年的时候生意都还不错，可是今年人跟着很冷清呐。今摆要过年应该人会真多啦，啊，不过今年即马佫无啥人啦，啊无人啦，看即马这无人。 这个卖沙西米的档啊，拢无人。头家讲，因即马做外送较济。东港的花桥市场有500个摊位，是全台湾上大的鱼产品直销中心。要过年啊，即马采购年货的民众豆啊较济。为着防疫，鱼市场严格要求袂使试食，业者甲人客大家拢爱挂喙安。花桥市场属于开放市场嘛，啊无属这个疫情中心，会规范这个八大行类内底。 但是咱管理中心啊严格要求，咱的摊贩本身一定要专程啊挂这个喙安，啊游客方面因为咱无公权力嘛，但是我哋尽力来劝导。拜托咱的游客，若是你来到咱市场内，会记将你的口罩挂起来。 其实，伫市场内底，游园有游客无挂喙安，鱼市场已经公布伫门口大公告提醒。虽讲防疫嘛是爱过年，看到人客这尔少，有摊贩拍算过年归去来休困。啊，讲啊疫情啊严重的，就是拍算就讲卖话安尼啊。即马一直到过年，花桥市场无休困，不过对摊商来讲，今年恐惊会真歹过年。记者邓家文、赖伟做屏东报道。